头毛有爱哦。阿雄，你到底要创啊？无啊，伊讲安尼就好啊。我也偌准你叫我来运动的。请问，咱定定骂人目睭脱汤，啊，这个脱汤是目睭安怎嘞？来，变白埋，癌白癌癌啊，白癌白癌，痴迷是拢看无啊？癌对吧？吼，是来，迄个高家群痴迷是安那？好，啊，迄个变病癌咧，是安尼吼，翻白眼。白癌，嘿，安尼我感觉是邪目，有可能是咱华语讲的斜视。哦，是哦，斜视。啊，咱今晚问的是斜视吗？脱汤嘛是斜视的情况。是，确定。有的斗鸡眼嘛，有人讲脱汤，有的是两边的胃无共款嘛，做脱汤。哦，啊，你感觉破汤是谁做什么款？你知影？你会晓？我无法度瞧呢。我会晓。你会晓？啊？对啊。你用脱汤啊呢？我细汉就是安尼咧。是啊，哦，安用？看电视啊，我就会安尼。我搁当啊换边。真正的呢？啊，我搁看有哦。啊，你即摆会当自由安尼刷的嘿啊，就通安尼刷。啊，我若忝，我就会安尼。肌肉6条小神经不协调。啊，不过即摆囡仔就爱紧日去看医生看，因为这咱唔知咱变化是安怎。是，较松。是，所以讲你是讲。所以我会分析，你有法度接受无？好，接受哦。咱就选 C， 好不好？好。C 吗 ？C， 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斜目对唔对？我拢表演互你看啦，好来，看这分数。恭喜啊，得到2000块咯！好，这脱汤就是迄个脱是一个坏娘啦，哈。啊，你脱汤就是脱无好，啊，就是邪气，哈。啊，这个邪这字有另外一个音叫做邪。啊，所以谈到讲邪视，咱是斜视，咱来讲邪视，因为较新的词。啊，不过若准讲是邪目，咱就爱讲邪，还是讲邪眼，邪眼就是甲邪目共款，因为眼甲目是共款的。